OK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曬太陽呢樣嘢。曬太陽大家都知道係好好噶啦，有促進身體維他命 D 啊嗰啲合成啊嗰啲咁樣樣。咁但係曬太陽呢都有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嘅。點樣先至可以一個比較有效益嘅曬太陽？咁首先就梗係唔好搽防曬先，因為防曬嘅話佢阻礙咗你嘅紫外線進入身體同皮膚嗰個合成啊。咁其實就冇咗嗰個維他命 D 嘅合成嗰個嘢啦。呢啲邏輯有啲複雜嘅，就網上面都有資料㗎，可以自己上網查下睇下嘅。咁同埋曬嘅話，盡量令到皮膚多啲接觸太陽啦。咁好似我咁樣樣，我就基本上就淨係着條短褲嘅啫。咁就前後都曬嘅，我就會。咁呢啲就根據個人習慣啦，每個人習慣都唔一樣，就冇 fix 死嘅。咁就簡單講下好多人嘅迷思啦，曬太陽會有皮膚癌嗰啲咁樣樣。咁首先冇人叫你一日曬足8個鐘或者曬足幾個鐘啊嘛，你都冇咁嘅時間啦。咁基本上喺正常情況下，基本上曬半個鐘左右，其實差唔多噶啦。咁呢啲就根據翻個人嘅身體狀況咯。如果你半個鐘都頂唔到嘅話，咁就唔好曬半個鐘啦，就根據自己嘅身體狀況量力而為。因為嗰啲所謂嘅固定時間呢，就因人而異嘅，每個人嘅身體素質唔一樣。咁同埋仲有一個簡單嘅邏輯就係咁。喺我哋上幾輩嘅時候，喺農業好興盛嘅時候，咁都係個個都係日日咁曬㗎啦。咁又唔見啲人有問題。咁你嘅祖先都冇問題咯，咁你應該冇問題嘅。除非你知道你自己係突變咗或者變異咗咯，咁就無話可説。咁同埋有一個自身感覺嘅好處呢，就係皮膚會光滑咗。咁係咪皮膚會光滑咗呢？其實唔係嘅，只不過摸上去係光滑咗嘅啫。咁我大概知道嗰個原理啦，咁但係實質係點樣樣，其實就應該係因人而異嘅，就應該係我曬太陽令到我皮膚會越嚟越乾燥，咁我嘅身體狀況呢，就係會個人會比較多油脂啊，特別係脂肪啊嗰啲咁樣樣，咁可能身體就會自己調節，你嘅皮膚過乾呢，咁佢就會釋放一啲油脂或者釋放一啲油分，令到你皮膚表面就有一層光滑咁樣，所以就摸上去會滑啲咁樣樣嘅。咁但係嗰啲就因人而異嘅，就冇固定嘅。但係我見普遍嘅情況呢，就係一啲瘦嘅人呢，佢哋曬黑嘅話都係會乾少少嘅。咁所以應該係同脂肪有關係。咁如果好似我咁樣直視個太陽呢，咁其實係對眼睛會有啲傷害嘅，因為眼睛係我哋人體上比較脆弱嘅其中一個部分，同埋佢係外露嘅，佢唔係喺我哋身體內臟入邊。咁所以要做啲適當嘅防護咯，即係戴個太陽眼鏡啊，好似我咁樣，就防止太強烈嘅光線會傷害到我哋嘅眼睛啊。咁呢啲都係因人而異嘅。咁如果你頂得順嘅話，咁你唔戴都 OK 嘅。或者你唔戴一陣頂唔住嘅時候，你就戴下咁樣。如果喺中醫啊嗰啲角度，其實曬太陽嘅話係有啲叫做保正氣嗰啲咁樣嘅方面嘅益效嘅。即係以我自己嘅實測為例啦，即係前排未入夏嘅時候，都仲有少少涼意嘅。咁我都係 keep 住有曬太陽咁樣嘅。就我喺嗰陣時候呢，就已經係可以完全沖凍水涼噶啦。即係如果比咗我以前嘅話呢，我係可能真係入到好入夏、好熱嘅時候、好夏天嘅時候，我先至會沖到凍水涼嘅啫。咁我曬咗太陽之後，就可以喺唔係太高溫嘅情況之下，我都可以沖到凍水涼。咁沖凍水涼都有佢各種嘅好處嘅。咁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慢慢分享一下。同埋你曬太陽嘅話，會令到你嘅身體會熱啊！一嚟又可以加速你嘅血液循環啦，二嚟又可以，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加速人體嘅新陳代謝率嗰啲啦。咁其實應該都可以嘅，因為你血氣行快咗，你個人興咗，咁自然你各方面就會點講啊？會順啲咯。同埋如果你有啲地方濕濕地嘅話，咁佢擴張，你當物理熱脹、冷縮熱脹咁樣，咁你譬如血管啊嗰啲，咁你熱量夠，咁咪膨脹開，咁咪你啲血會流通得更好咯。反正唔會關於你血液堵塞之類嘅問題咯。咁同埋即係你如果曬開太陽嘅話，都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喺
陸地上邊曬咯，即係特別係赤腳啊，好似我咁樣。咁其實赤腳咧又有另外一方面嘅好處嘅，咁我就有緣再同大家講下。因為如果喺草地曬太陽咧，就要注意下，特別係夏天嘅時候，因為夏天嘅時候就蛇蟲鼠係特別多啦，因為夏天萬物生長，咁連動物都要出嚟揾食噶嘛。咁如果你對呢方面會有啲驚或者避忌嘅話，呢方面就注意啲咯。OK， 咁我轉個位再同大家講下先。咁同埋有好多人曬太陽嘅話，就着住件衫啊，防止紫外線啊。我就覺得嗰啲冇乜成效嘅，就因人而異咯。但係嗰啲你話可以吸收到熱量呢，係可以嘅。咁但係有冇關於維他命合成啊之類咧嗰啲呢，就我個人就打咗個問號嘅，因為呢啲應該有科學研究嘅，我就冇去詳細睇呢啲分類咯。咁同埋好似我曬太陽咁樣樣，可以一段時間曬下前面，一段時間曬下背脊咁樣樣嘅。咁如果你係長期曬一個方向呢，其實咁對你嘅皮膚方面都有少少壓力嘅。咁同埋你曬出嚟，你嘅皮膚會變黑噶嘛，肯定會。咁都會勻循啲咯，成個身體會。咁最後都要講翻聲啊，咁曬太陽呢啲就因應各個人嘅情況。咁有啲人皮膚比較敏感啊，或者真係有皮膚癌啊，嗰啲就要慎重咁考慮啦。嗰啲就你詳細諮詢下醫生嘅意見會比較好啲。咁世間萬物都係噶啦，唔單止淨係養生啊，量力而為咯。因為每個人嘅承受能力啊，每個人嘅各方面嘅體能差異都唔一樣，就根據自己嘅狀況嚟適量，即係好似道家嘅太極啊，講求嘅平衡。咁嗰啲有機會我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健康長壽，peace。